Hello Conrad，Hello Brian，可唔可以講下最近幾個月嘅寫字樓租務市場市況，同埋你哋對未來半年嘅市場展望？ Hello Phila，我哋睇翻今年公司嘅數據啦，除咗港島南同埋九龍東之外咧，各區空置率都下跌嘅。咁最主要原因就係 IPO 同埋股票市場非常好啦，資金湧入嚟香港，咁好多外資或者國內公司咧都非常願意喺香港設立寫字樓或者拓展業務嘅。有幾個區咧可以值得留意翻，第一個就係中環區啦，第二個就係尖沙咀，最尾就係港島東。咁港島東有非常成熟嘅商場同埋辦公空間嘅。咁呢三個區嘅空置率咧跌咗大約1.6至2%嘅。至於關於未來市場嘅展望咧，雖然嚟緊香港嘅寫字樓供應都好多啦，譬如好似喺尖沙咀、中環甚至乎銅鑼灣呢啲區份，咁但係因為香港而家個 IPO 成個市場都越嚟越好，再加上好多內地中資公司都會嚟香港，可能想出海啊，甚至乎上市咁樣，咁所以佢哋佔咗呢一個寫字樓嘅 demand 都幾大嘅百分比嘅。再加上因為香港又想發展呢個 crypto 嘅市場，咁所以 crypto 類型嘅公司咧，亦都係可以幫到去到改善香港寫字樓空置率嘅問題。咁你哋覺得 Savills 帶俾你哋最開心嘅係乜嘢咧？我覺得 Savills 最開心就係Savills 好似一本金融小説咁，入邊好多高手嘅。咁平時我哋都聽好多高手嘅事蹟或者佢哋經驗，咁我覺得作為一份子都好開心嘅。同埋我覺得我哋成班同事相處都好融合啦，即係可能好似我同 Conrad 咁，我哋都會一齊去到合作嘅機會啊，咁大家兄弟班齊上齊落，咁都好融合，好開心。